由恒基地產發展嘅啟德豪宅天龍，位於成豐道22號，前臨海濱長廊，鄰近啟德郵輪碼頭，飽覽廣闊嘅維港景色。天龍共8座，提供566個單位，面積介乎351尺至1942尺，戶型涵蓋1至4房。發展商以第5座33樓 B 室打造一個現樓嘅示範單位，原則係4房2套房，經改動後變成3房間隔，單位設有私人電梯，私隱度高。面積320尺嘅大廳以長形開則，使用大理石磚設計，盡顯巨宅氣派。客飯廳由全落地玻璃趟門連接瓦金色流線型露台，將自然光引入室內。戶主能夠外望維港兩岸嘅景觀，夜晚都能夠遠望港九夜景。單位引入全方位智能家居系統，可以控制全屋照明系統、電動窗簾同冷氣機，仲設有地板隔音系統，減低噪音滋擾。客飯廳另一邊係廚房，隨樓附送德國品牌家電，包括雪櫃、煮食爐、櫥櫃、酒櫃等。廚房連接家用工作室，亦都可以用作儲物房，提供小型浴室同露台。原主人房同相連嘅睡房打通，打造成一個更寬敞舒適嘅特大主人房。房間同樣飽覽維港景色。發展商附送意大利透明衣櫃，分隔主人睡房同衛浴空間。旁邊嘅浴室內設鏡，方便戶主搭配服飾同更衣。另外，主人套房配備2個套廁，面積較大嘅浴室，2個套廁以黑白雲石打造，盡顯高貴感。客廁又側2間睡房，景觀係內園景色。